这卡冰箱就是当菜市主持会长等3人关键，要互市场休市以后卖上无好，或是进货上济，也会当食物件拢先冰起来，搁再关乎弱势团体。而这嘛是台南市第一个响应爱心小食平台公有市场。根据社局统计，3天内已经帮助15万人次。即款这物件拢会食一个，你若要个单调嘛足浪费。主要会食这时阵吼，咱就像互这个发展协会啦，这个社会团体提去使用，安尼嘛算讲一种的资源的卖浪费。嘛会当中我是当下就回馈这消费者啦。你量大偌济啊？哦，大家的量哦，应该是拢阮有记录啦，因都介吼菜啦、鱼、肉啥拢有。地满满吗？因有哦，因拢一卡袋啊，拢一卡袋内底拢有哦。有当时啊，阮若拜拜吼。因为28位、38位，阮就是拢叫互因载。为了肯定当菜市摊商协助甲热心公益，市长为特一透早特别来到市场表达感谢。会当用的、会当食，咱就爱扣实，你就知影讲我做扣实的吼。所以我们用这样有捐赠冰箱我们建立爱心惜食平台，把这些 NG 品还可以用的、很好用的、还没有过期的、很好吃的、很好用的。通通冰在这个冰箱里面，那我们让社福团体就可以来取用这样子的话，一方面几款物件会当物尽其用，第二个社福团体它减轻财务的压力，第三个减少环保局很多这个生垃圾生粪扫还是厨余的压力。当菜市都来响应爱心小食平台，嘛配合经济部将对传统市场半价优惠的促销推出满100送50，都来增加买气，民众反应嘛拢袂歹。有优惠啊，当菜市拢有咧办这哦。优惠偌济啊？50啊，就袂歹啊。你只要若是买一样物件，只要换卡袋，即个阮内底当下是只要买好一样物件，换卡袋有内底有插物件就会使。你就等来阮遮抽，抽到了后吼，伊内底就有一个店。你看因拢有一礼拜拢有4间，4间你若抽到，看你是要买鱼，若抽到买鱼，你就去买鱼，遐就是有50块，就是你要买100块物件，抵消费50，买100送50就对了。社局表示，目前全市已经有16位小食平台，今年佮增加认得市场，何为黄昏市场加好买了市场，希望持续创造佮较侪爱心成果。台南新闻，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。